상제기 샘전의 최승도 되네 최승혁이 줌센테 닝제기 왕기 송어레스 佛为众生说法的原因呢，是悲心，因为悲心的缘故为众生说法。 대마도 되네 상제기 다당가랑주 게겐 로pen 되네 셰윤 그랑쪽에 그랑주 셰비기 줌센테 제네 밀라비아지 요르바 대단 직관 말했어 상제 这个佛呢为我们说法呢，并不是呢就是老师为这个就是学生说法，并不是这样子的。 네 소수지역의 개겐 그 셰윤데 그랑 속에 가래 삽 그랑 속에 장 그랑 속에 셰바데 다티 밀랍기어 那凡夫的老师就是将他所学所知道的告诉其他人。 상제기 김센테 말에 佛为众生说法的原因并不是这样子的。 상제기 최순도 다다 셰바나지 닝제 김센도 쳤네 那佛为众生说法的原因，就是刚刚所说的是悲心。 근데 닝제스도 다 가사 하를보 셈첸테서 코로기 둥할래야 때네 상제기 살아 거야기 가서 닝제 그 잡아 뚝사다 버디 텐데지를 두겨 所谓的悲心呢，就是这个佛呢，为了要就是让众生呢从轮回痛苦当中脱离，要安置众生到佛地。那么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因为悲心的缘故而为众生说法。 근데 좀센 대인도 상제기 숭들라 마다 망부여레스 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佛所说的这法呢，就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法。 근데 만다 와여바티 상제기 지기레 那说不同的法呢，那么这个就是佛的这个威德威严。 근데 상제기 참라 근데 강사 세겐티서 배제 여바나시데 가면나요 那么佛呢，有时候呢，就是这个说在说法上说有我， 근데 레 개와당 딕바 세겐티서 여바나시숭요 那么也同样的说有善业恶业。 근데 참나 강사 세겐티서 매바야 숭요 那么有时候呢，也说没有我，没有有情。 근데 참나 근데 예바당 매바당 니가당 니민당 등등의 삼재당 저백이 최된데 성요 那么有时候呢，佛呢也说离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的所有一切细论边。 근데 대소 탐제 상제기 최초의 상제기原真者是那么这些呢，都是佛的这个特色，佛的功德。 근데 달랭 알아서 네 강사 디나는 챔바직 숭제백이 상제기 숭제백이 최고 챔바 충충직 먼저 다다 개시시하기 알았어 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所说的只是呢佛陀所说的法的其中的一个小部分。 근데 다 강사 저 장주 셈비기 삼로 땅땅 장주 셈비기 따바 쳇땅 장주 셈비기 되네 미세제 땅 콜케샤 이게바테 장주 셈비 전주 那在这个《入菩萨行论》里面呢，就这个讲到菩萨的想法，菩萨呢所具有的这个见地，菩萨他呢就是怎么样就是这个在过生活。 되네 장주 셈비 따바 쳇땅 나라양 마드라바 쳇버 망보 요래
菩萨呢，这个具有的这个见地呢，的里面呢也有就是许多不同。 되네 물론 답당라에 제벌이 요래 那么光是呢这个发愿呢也有就是不同，发愿的方式也有不同。 됐나 되네 정주선부 군두상부터지나 되네 낸송겠네 맞동기 버도 되네 공기만럼 저기 인수송한테 요래 像说这个普贤菩萨，他呢就说在恶道没有空尽之间呢，我都要发愿，我都发愿。 되네 참참라 되네 양 정주선부 사이닝부터 보지나 콩상 짠이 맞제버 쇼스면은 답게 요래 강르스나 콩 샘진 탐지상 맞제버도 콩상 맞제버 쇼스 된대면은 답게 那么有时候呢，这个地藏菩萨呢，就是发愿说，我呢永不成佛，只要众生呢这不成佛，我呢就不成佛，像这样的发愿。 Tane yang chanchu samba kashiki dangbo nga sang jebar shos. Tene nge sang je ne semje yen tene sang jiga sala gabar shos. Tene malam jakhen yore. 那么有些菩萨呢，他说，愿我先成佛，我成佛之后呢，再安置众生呢到达佛地。 Tene ndi ngarang su tata she deya de tekba chim sang jegi chö gi tsul. Tata la tata shuba nashin ko kesha shedang dabu chö tsul chö gi tsemba da chung chung jegi res. 那么就像刚刚所说的，我们呢所说的这些呢，都只是佛陀所说法中的小小的一部分。 Tene sanjeda chanchu samba tamjegi chö shedang sik pecho tang tang. Tene chö gi 가르쳐 그래 저기 저자 남의 작성된데 삼지 미쳐버든데 망보 여지를 먼저 그전 선배는 코를 맞춰버든데 佛菩萨说法的这个方式呢有很多种，用字的这个情形呢也有很多种，那么内容呢也是有很多种，这个种类呢可以说呢是非常非常多，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这个内心呢是无法这个容纳的。 배나 상제 까르말라 가와 세긴지기 와레스 상제기 센르다 까르말라 가와 那么，콩르지이나 那么有一尊佛的这个名号呢，就是这个喜心，就是星星的星，喜欢心的这个名号。 근데 콩르지는 콩기 신감대 나랑 속 락바기 태봉기 셈모 잠지마도 매순겨 它的净土呢，是多大？就是我们大拇指的这个指甲这么大。 되네 콩기 구체당 신감당 대속이 뒤쪽이 윤통 윤링통 대 메타 메타 메나는 수 메타 프리온디 이거지요 퉁퉁지요 퉁퉁세버를 링거세버를 다 가리는 메나 다 디가츠리 마도 요마르스 那它的这个受量，还有它的这个净土的这个时间呢，就像是火星，就是火，就是这个我们说呢，这个火，星就寥寥，这个就是星，就是那个火星哈、不是我们地球的那个什么这个星球火星，就是我们一点的，就是在点火的时候呢，这个火星这个出现的这个火星这么样的短暂。 되네 다당 알아도 상처 되야데 가슴하니 슈바인 너데 팔보치 리우 타마치 그래 那这之前呢也有讲过，我们现在所念诵的普贤行愿品呢，是华严经的最后一品。 되네 동복교보 양 너데 팔친데 십자 자신벌 디나네 너데 찌기 센라 동복교보 세긴지 요리 디레 디기 차시지 그래스 那这个华严经呢，是一部很广大的经，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呢，有的经金庄严经，那么是在这个金庄严经里面的这一部分。 되네 찌당 팔친 긴 너데 나라 제두 단다양 마란도 다다 단다양 상제 정주신 중 원들 상제기 단다양 최승 대비 값 인세겨 那么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呢，也讲到说呢，像我们在现在，在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在菩提树下呢，佛呢也在说法。 최기 가르세버도 최지 콜로 최춘 여러분 짠이 단다 잘상 줘야 말했어
那么就是呢，佛陀这个转法轮这个说法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一座间的这个修法的说法，现在呢也都呢没有就是间断。 Tene chorong dina Vietnam tang jana ki dodi palpo chele pe masi ki tonang chenpo chegi yore di shita yapo de Jesu yirang chenpo yos. 像呢，在这个越南还有在中国呢，是非常的重视《华严经》，这是非常好的，我是非常的这个随喜。 Namshi na dodi palpo che seking ki tsik tang ten di ki samlo tang tang te tene nup sona tene peche sanje ki tempa nup sena digi yore. 那么当有一天《华严经》的字义要是呢还有这个想法，要是呢这个消失的话呢，那么可以讲说佛教呢就已经呢是这个没有了。 Da ngarang su chunju ki kapsu khasang mangbu shibayin tandam changsem tang kunzup changsem si nyi shegi yores. 那么在之前呢也讲了，就是很多次，就是这个在《入菩萨行论》里面呢讲了圣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 Tene tata ngi pondu menam ki kola keshe shedu menam di zo chewa kunzup changchu kisem nangshin ji rete ina yang di nangla yang tandam changchu kisem shira yore. 那么像我在讲这个愿的时候呢，这主要的就是这个世俗菩提心，但是呢也是有这个圣意菩提心的。 Tene ta tandam changchu kisem khasang ngi lu chamba nyebar shabuta tsurwa chamba nyebar shabuta tesi keshe shabuta ten tiring ta sem tang che du zijik pangwa zhe chegi yins. 那么在圣意菩提心呢，上了我就是就是在昨天前天呢，稍微讲了一下，就是身念处以及受念处，再下来的就是心念处以及法念处呢，我将呢就是简要的讲一下。 Tene teyang ta khasang shubha nashi chikdi tawa tenlam bab riglam tang rigpa tang ne. 那么就像昨天所讲的，用理呢来这个断定， che tang ne. 加以分析观察。 Tene tak che tang du tak che lo zor nene tang yong du tene rangin chi madruba chage waris. 那么就是在加以这个分析观察的时候呢，就会是这个没有自信的。 Tene mise chira tak che tang desho segiyo marda. 那么不是说叫你一辈子都在这个分析观察。 Tak che tang kha che tsabe shugu dila ta te tene changju samba te soge rangi ju la te lep tu go yor. 加以就是这个就是你分析观察，然后加以这个确定的时候，那么这个呢，就是必须要到就是要入到菩萨的心绪中。 Ota khasang ni shubha yin nga sedu kana zugu tsuksa chikdi nga rang su lupo res lupo. 那么就像昨天所说的，当我们讲我的时候呢，最主要指的就是这个身体， Chikdi tsorwa re. 一个呢就是受 Lupo le chang tsorwa de shira ngwa taga yor. 那么这个就是受呢要比身呢还要这个就是有这个力量。 Ta de le chang tang ngwa tag se go de pe. Chakpo de sem. 那么就是更加这个就是坚固呢，就是这个心比受呢又更加的这就是坚固坚硬。 De meji khasang shu chan sem sing de mena ta chokzi de jikpa re sen. 那么就像昨天说的，要是没有心的话，就像是这个桌子一样。 Yina yang sem de tak che tang na sem second ji rangjin ji tuba dember tuba ji topge mares. 那么但是呢，我们加以这个观察心的时候呢，心呢也是没有自信，无实有。 Ten du kana tene nge tsar mangbo shu tsar rangjin ji de madruba dember madruba re se du yo mare sene khansa tene labgi yo mares. 那么之前呢讲了很多次，无自信无实有，并不是没有。讲无自信无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没有。 Mata mache nyam gavi kapsu de dik digar. 在不加以分析观察的时候是可以的。 Di lega chasang le tubgi yor. 那么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呢这个做。 Penna milam na ne ma yang le lungwa mina digi yang ka tubgi yor. 像说呢，这个在梦中呢，梦到自己从悬崖
上呢掉下来，那么那个时候呢是会害怕。 밀람나는 둑줄져보지 미용나 되게 신앙 빵 두겨. 那么在梦里面呢，梦到毒蛇的时候呢，也是会这个害怕的。 이나야 밀람난 그 둑줄이 줄임바 데 밀람임바 하 고마 타도 되네 트라야기 둥할 탐지 시도가 내가 차도. 那么知道是梦的时候，这个恐惧、害怕还有痛苦呢，全部都没有了。 제성다디 택배 첨부기 깨시시랑 투몽 마임바드레스.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大圣不共的说法。 라인지 마주바 밀람다부 주마다부 이나야 자제 룽와스 자제 룽와스도가 내가 레트비야. 那么在大圣的说法就是说呢，这个一切法是无自性，如梦如幻。虽然是无自性，如梦如幻，但是呢，是这个可以，这个是可以，这个就是这些事情是可以做的。 되네 치즈다 샘디 빼난가 첨버다 샘디 가르스는 율젠데 샘저거다 샘. 这个心呢就是有境，那就是是非常重要的。 된 샘 잠반 예버셔거다 디빼 마시기 낭 그랑 낭바 상지백이 최기 닝버 나진데 차대요래. 这个心念处呢，可以这个就是呢是佛这个佛法的这个心要。 단 딜레장 샘 딜레장 따따룬 거 차가 세거든. 따 다시 직바 인지를 거니 최 잠반 예버셔거. 那么比心还要在这个就是这个坚固的，可以说是跟心的是一样，就是呢法念处。 다최 잠반 예버셔고 시다 자첨버든. 法念处非常的广。 다 최세든 누구도 다다 최생의 직 배주 최세는 단 두두 낭바 치바던 된데기 최지여와. 嗯， 다당아 당야 디세가 맞다. 那就是我讲到这个法的话呢，并不是在说这个外道还有佛教等这些。 다 디 로스겐 다당 디서데. 那指的呢就是色声香味触等这些。 다 디서 나네 다 디서 가래 깨셔신 디서 난다 디서 탐제래 잔자래 직과래 컨수 탐제. 那么这些呢都是这个一样的。 다 이나양 배체 최지 풍부 삼지 미쳐봐 여러 디나네 다 전황도 제거서 찍제 제와동 각바 내봐 쟁가 내 숨생이지 깨셔지 요래. 디디 찍지는 nen가 전부 면도 ten기듯이. 那就是但是呢，这法呢是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法，就是说这个法呢，我想呢，要这个就是注意的是生住灭，我想这个是这个蛮重要的。 제 생인데 뺀맛은 nen가 전부를. 生呢非常重要。 마랑 속에 락치를 나라양. 그와 제임바. 아주 제임바 생인지. 제거르데 고거래 제 최종. 像说呢，我们的这个身份证，在身份证上呢就有写呢，你呢是什么时候生的，然后呢在什么地方出生的。 다 배째 마랑 속에 찍위에 300이 두제 최쇼지 제유백 좀 생지. 那么这个我们之所以想有我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有生。 때는 마랑 속에 두준 당고 안데스 먼저 말래 병원에 생인데 된적이 두어만 보여. 那么有很多问题说，我最先呢是怎么来的？ 됐어 두어대 또 미귤 잡으대 두어대야기 줌센 잡으대 때네 제와 당고 제비기 쿵지 예고나 샤르기 왔다. 那么这个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呢，就是呢这个认为说呢这个就是生呢就是有一个这个根源在，有个根源在。 때네 출루바 망보 기 출루 다음에 망보 용약이 주체는 딜라 툭디어. 那么之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宗教呢的原因，也是这个原因。 때네 예수도 뜻을 다지는 건초기 제자와래 세거르바다. 那么基督教说呢是这个神呢这个创造的。 때네
출루파 장바 말에 생릭바 속이양 딘저랑 쉐그래. 那不只是呢，就是宗教这么说，这个科学家们呢也这么说。 생릭바 소양 당고 직된 거 주도 거나 때는 빅뱅 생으로 버틴 쉐지요 거절. 那么在这个科学家说呢，这个世界呢最开始是这个有这个大爆炸这个产生的。 단 낭바 상제바 체벌도 택바 첨부바 되서게 제바 세컨데 그런 마타 마체 냠가비 갑수 제바디 켈랭게 와데 제바 세컨지 요아레스. 那在就是佛教的大圣在说生的时候呢，他说不加以分析观察的时候呢，是承诺有生，承许有生。 당신 제나 제바 세컨디 요아마레스 밀람다부 주마다부 요세고. 但是呢，加以分析观察的时候呢，是这个没有生，就像是梦，像幻一样。 생릭바 속이 빅뱅 생에서 마타 마체 냠가비 갑수 빅뱅 요스 랍게 말거죠. 那么科学家呢所说的大爆炸呢，他呢不会说在不加以分析观察的时候有大爆炸。 릭베 딱신 제 생릭베 딱신 제는 참이 예비 예된래 되어 때. 那么这个科学家是在这个用理加以分析观察之后呢，所找到的这个就是这个大爆炸。 근데 시발라 러버트도 제 생릭베 빅뱅 생도 땅 예수 길사당 때서 찍바 라이 자게 로그 저샤바데 스타워 로송어데 삼게. 那么吉天菩萨呢说呢，这个科学家所说的大爆炸，还有这个神呢，都是我们心呢所造出来的。 다 릭바 대랑 땅에 네 세컨대양 대당 되는 가시 세컨대부터 용도 찍바래. 那么用这个理呢，加以就是这个分析的话呢，这个住和灭呢也都是一样。 근데 제와 세컨대 시다 낭박이 들려야 도낭 첨부 제어 뒤측되다. 那这个字呢，在这个佛教呢还是非常这个重视的，非常这个重视这个字。 대인도 근데 최탐제 제와 매도 세컨대부 측대 시다 요아래. 那所以呢说这个一切法无生，那这个呢也就是呢有这个说到很多。 파벌루룹 세컨대 패체 제와 또 생겨라죠. 잡으시랍나. 제와 딱 버리게. 젠딱 버리. 유젠딱 와. 젠딱. 파벌루룹 젠당당 제법이 델리야 이게 이제 망고 뒤와레스. 那么就是这个龙树以及龙树的追随者呢，就在他们的这个论著里面也这个就是写了很多。 되네 강제 다 양디 강사 리페 딱신 제 되네 양 최점반에 와르샤바 양 말아서 곰 냠술래야기 되네 좀 망고 요아레스. 那就是呢，这个以理呢，这个加以分析，这个观察这个就是这念处呢，有很多呢，我们的这个修持的念处。 다 니기 전주 뭐저 잠지 임비기 콜린스. 那么这只是呢，就是这个介绍一下这个入菩萨行论。 도르지된 동서 천지금된 전주 그티 탑성스 애니 말랍스 밀라. 那么对其他人，就是完全的不要说在这个就是菩提树下，在这个七子人切跟前呢，这个就是接受到了入菩萨行论。 전주 그티 탑티 고쳐기 말했는데. 那么这个是不能够呢说是获得到了这个入菩萨行论。 전주 때 닌데지 요아레스는 못잡아이스. 那么只是呢在介绍说这个入菩萨行论是这样子，有这样的内容。 되네 강사 디나 낭바 살바텐데 망보 요지리 낭바 마임바 쳐야 요지리 대설라 되네 낭바 상지벌 쪼아째야 그 체도야 인스. 那么在座的各位呢，也有些呢就是刚刚呢成为佛教徒的，也有呢可能呢就是不是非佛教徒，为了让这些人对这个佛教这喜欢的缘故而说的。 되네 낭바기 중룩돼서
大当单据的就写着这个这定啥不等加全部等着要的。那么佛教的这个经论呢，一个比一个深，一个比一个广。他呢，我刚才原蒙不当，什么过了，没这个什么过了呀，没刚才老现在要不然呢，忙过了，我把这个都是打过去。那么如果就是对在这个烦恼中的这烦恼还有心想要这个学习的话呢，可以呢去这个学习这俱舍论，可以去学习呢这个对法。但是来中的这个的现在有呢，第两个全部是的，来中的这个的搞来样卡不的，第被没事的来中能不给来中的这个的。刚才我呢，刚才老总搞来科学级的，那么如果就是在佛教里面所讲的业因果，可以说呢是最困难的、最难的。这说当的有呢，现在有呢，杜鲁啊，这个都是打过去是，杜鲁啊，维那亚。那么如果说呢，想要这个知道这个业因果的话呢，可以去看呢，就是集论可能，或是略论。上节刚才东车这个上节是个来了，马上是去前年节给各个中国的时代，马上就该不上不这是。我们能够呢，在就是千佛成佛地方呢，在这边说法听法，我们的这个福报福德呢是非常大的。但呢，你给位些人三节没差不的这个确实可能忙不过来的，过当过心不的。那么有很多很多的这善知识呢，这就在这边呢，这个转法轮也呢有很多正在这边呢这个转法轮。呢，嗯，他迷茫不的看啥，讲他们去修个因思，那个讲他们去过个两个因思了，给都是。那么有很多人说呢，就是就是要呢这个受菩提心戒，也就是菩萨戒。这种讲他们不知他这个因思。好，那么所以现在呢，要为大家受菩提心戒。但呢，看啥，